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CCTV 空中剧院。今晚呢，我们在上海大剧院为您现场直播纪念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专场演出的第一场演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粤剧优美的旋律声中，共同追忆和缅怀袁雪芬老师。有这样一种旋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它悠悠响起，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熟悉的名字伴随着粤剧悠扬的旋律，从缓缓流淌的陕西来到了船只来往的浦江，走过坎坷，走过辉煌，把多彩的影像留在了你我心上。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影像或柔婉，或激昂，或天真，或沧桑，睹物思人，音容宛在，仿佛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我知道，在这些影像的背后，有一颗高尚的心灵，有一段传奇的人生。我们追寻，我们守望，我们默默的呼唤，深深的敬仰，望着您渐渐远行的背影，回首您这一路走来的风雨沧桑。细眉一字1933年一个夏日的早晨，在盛县杜山村外一条泥泞的小路上，一个瘦弱的女孩最后望了一眼自己恋恋不舍的家，迈向了远方，留下了一个瘦弱的身影。此刻，我仿佛又看到了这个瘦弱的女孩倔强的目光。没错，这个女孩就是您，袁雪芬。那年您11岁，心中也许未曾装着远大的理想，但是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了心上。爸爸他讲，男孩女孩都一样的，都有用的。爸爸他给我说你有实力，我想我觉得蛮好嘛。他说这个实力呢，你是不靠爹不靠娘，将来不靠房子要靠你自己。那我说我怎么靠自己呢？你要有文化呀，你要做工作呀。
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简单的做人原则却贯穿了您的一生。您曾经说过，小的时候您调皮捣蛋，刚刚进入四季春科班的时候，本来是冲着武旦行当去的，但是不曾想到师傅见您眉目清冷，形容淡定，便把您派做了青衣。但是师傅也许只看到了您性格中的一部分，却忽略了性格当中更重要的成分——倔强。没错，倔强。即使在师傅的鞭子下，您也毫不犹豫地拒绝演出那些搔首弄姿的角色；即使在各种势力的压迫下，您也依然倔强无畏，拒绝妥协。为了拒绝各种暗藏目的的宴请，您对外宣称食斋如素。无论是何等的达官贵人，哪怕是当年的宋美龄，您也坚决不唱堂会。是啊，这些大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您都做到了。我知道在您的心中，戏是演给来剧场看戏的老百姓看的，为他们奉献最美的艺术是您的天职。交际应酬在那个年代和您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但是艺术创新你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新越剧的改革涉及到了剧中的方方面面。新越剧改革的第二出戏是《断肠人》，可以说这个戏有了完善的剧本制度，无论是幕内幕外的演唱念白都做到了有本可依。像月蒙蒙蒙月色昏黄这样公正典雅的词句一直流传到今天。月蒙蒙月色昏
在香妃中，您和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扯调腔，越剧从此进入了流派纷呈的时代。见那小军
想成梦一场，只落得月夜里人间天上。新中国成立后，在火爷村的演出中，您又根据人物的性格和特色，创作了降 B 调，再一次丰富了粤剧的旋律。越聪明，过山川越聪明，我们的队伍在前进。今年雪花吹横，我们的队伍在前进。乡亲们枪配喷火，神百名，我们的队伍在前进。烈火将用兵前程，我们的队伍在前进，在前进。我背靠暖海，心向东高的同志。我此生愿画一朵花，烧它莫苦成灰烬。我此生愿画一朵花，为我部队把路兵同志们啊！我此生愿画一朵花，迎接你爬山到海。烧毁合影，
亲爱的朋友们，戏曲啊讲究的是唱念做打，可以说流派艺术的传承绝大部分是通过声腔来完成的，可见唱在戏曲当中的绝对地位。以您为代表的一批粤剧的改革家，对粤剧的声腔大胆的创新，大大丰富了粤剧声腔的表现力。在1950年，您在粤剧电影《相思树》当中扮演了坚贞不屈的贞夫，由您和著名的作曲家刘如增首创的南调，也成为了粤剧的常用调式之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您说您当年在剧场里看话剧《文天祥》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是那样的激动。从此您立下誓言，
我们的越剧不能只为了自己的生存，更要宣扬不屈的民族精神。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双列记》中，梁红玉唱出那一段6字调，在夸赞自己丈夫的同时，不正是洋溢着浓烈向上的民族精神吗？相公不安然，为妻怎么能这样？只怕连累了夫人。都20年了，还是什么连累不连累？人光似水，松浪空空，夫原来已是20年了。是啊，20年了，夫人。
曾经的相公啊，我过了10月寒霜3伏天，患难夫妻成当年。夫人，是天的君愿良言，常使我心存长情。今夜晚牢笼举庭看远灯，一句开言，婴儿身情康自学，出城子湖山张里，深秋得倔强归田，还相信太平于野。夫人啊，相公，为妻今夜备得3酒，与相公共饮一杯。可是说我今晚茶公可成也，这自己那儿嘛，为妻说出来，相公要见笑的呀。夫人有什么喜事，下官到出席他也了。哎呀，相公啊！曾记得当年金曲初相逢，但见你国家魁伟大两用，相公为国去从军，现在身归少子棚。这20年来沙场虚，谁里下是汗马专攻。相公你立功勋足不等容，前行我讨风云岂复用？虽说是位高权重，上司心忧心忡忡，位高无事谁高，权重真奇来旁龙，迄今在青年间愿杀神通，神妙耍智慧定大将威风，不惜自夸花相公，为此背对酒两盅，有你相公了这金元兄，儿童是身为谁英雄？儿子也夫妻金丝穿，陪人见啊不烈红，其我有要求，谁请我的，我要请编剧导演，我们设计。我想有话剧一样的表演剧本。我希望你们同意我改革，
他说这个用不着给还是他们的，只要你3个字好，有些人3个字就可以拿钱的。那我说你不给我来给。1942年10月，您在大来剧场开始了越剧改革。那一年，您才20岁。20岁，对于当今的许多年轻人来说，才刚踏进大学校门不久。20岁，对于今天的演员来说，我们还称他们为新蕊、新秀。同样是20岁，当年的您却经历了人生路上的风霜雪雨、坎坎坷坷。同样是20岁，您的心中装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舞台，而是整个剧种的未来。您拿出包银的90%，自己出钱去聘请专业的编剧、导演、舞美设计、舞台监督。是您首次在越剧界提出建立正规的编戏排戏制度，也是您率先提出了编导演英美多方位合一的艺术体制。在表演上更是博采众长，又吸取了电影和话剧的注重刻画人物内心的写实主义表演风格，结合了昆曲载歌载舞注重形体美的艺术特色，加以创新融合，开创了一代戏曲艺术的先河，更奠定了现代戏曲的艺术走向。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很难想象当年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拖着瘦弱身躯的您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定。我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智慧让仅仅读过2年私塾的您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眼光。我们只能从您留下的30多出剧目当中，从长长的越剧改革名录当中去叩问您的心声。
要再到四方去，兴忙避免破新娘。妈妈在间与你同期望，压力与你同压长，将来身故
尔接触您的人，总会觉得您太严肃，因为在您的脸上很少有笑容。只有熟悉您的人才知道，在那冷峻的表情下有多少热情，对社会、对事业、对朋友、对学生。您说您不收学生，可凡是登门求教之人，不论何门何派，无论花旦小生，您都是倾囊相授。您的学生方亚芬还记得，为了让他能够在《白蛇传》当中有一段符合自己个人风格的唱腔，最反对请客吃饭的您亲自请唱腔、设计、作曲、吃饭，拜托他们。因为当年您在演《白蛇传》的时候，总对断桥这一段不满意，您希望方亚芬能做得比您更好。而我也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午后，已经身患绝症的您，对于贸然拜访的我，一遍遍地讲述祥林嫂的过往，一遍遍地辅导我演戏。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晚，您拉着我的手说：“让我们姐妹相称。”您是那样的真诚。您说：“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超过我。”是啊，您在生活中是那样的无欲无求，而在艺术的道路上却永远不知满足。
一曲金山无踪影，我是左派右登记四分，我山上金山八福星，我们内务与发黑通了道理，因不金儿不造船，自立才得个先进，并不见我身上松花临门，多美通通是不见心，高中子女牵挂少年，哪有半点不平啊！我以为今生不再见破影啊！想不到冤家又相逢，才团交定，岁末胸膛相依相，渐渐后成一层。哪个算哪个才是头才是情，哪个台面是假的，才真台面是真心，把青春当作臭尘看，有眼无知看不清，这是无心妇女汉子挂小青，夫妻生命换穿，什么转进什么身，爱什么不修什么因，你归天归地归良心，你愧对小青余你跪在那飞江临盆，喷死的小汾阳路上的这间办公室，复兴西路上的这座排练厅，对您来说一定是和家一样亲切的地方。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们走近他们，总能感觉到有人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不用回头，我们也知道，那是您关切的目光。是啊，花开花落。排练厅外，昔日您亲自栽下的小树，如今也是绿荫满园。其实，您就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一位慈祥的母亲。你在精心呵护着越剧的百花园，呵护着一代又一代的越剧新人。那一年，年近80的您，拖着体弱多病的身体，冒着酷暑，一次次来到排演厅，为木棉红尽心尽力。
阿姑哎，你可将妹来思念来是数不完，心不远外荷塘边，素日不见仙迎面，方知晓他深深牵上我心间。在您的一生中，您自己塑造了众多光彩照人的经典形象，您还全方位地关注着粤剧整个剧种的发展。您为粤剧的理论建设呕心沥血，组织人力物力从事专门的研究。在您的领导下，粤剧舞台艺术、粤剧艺术论相继问世，为建立粤剧剧种和中国戏曲的理论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因为粤剧男女合演倾尽全力大声疾呼，如今女子粤剧和男女合演两种演出方式健康发展，倾注了您太多心血，离不开您的扶持。今天活跃在粤剧舞台上的男小生中的佼佼者，当年也是您一手扶着他们走上的舞台。
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今这背地里，我偏要读他一个上夸呀，是找到边境于是难得细想，细了是写张生尽心能是应家，我隐隐深情更比张生啊子。看宝玉身不由己，全在此。爱爱的今晚梦雨不去是。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哎，我在这里看书啊。啊，原来都在这里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算功砸鬼呀！你又气笑我滚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旷功名，文完全的把古文章了。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了你。好妹妹，请你看，我是不怕的，好歹我不要告诉人啊！来，你看，是小姐。妹妹，我是个多人多病生，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猫欺负人，我可要到句句跟前将你告。妹妹，我不必有情时候神口你，好妹妹，千万要我这一招，我让有心欺负你。好，明早让我逮在这日子里，让老头人帮我疼去掉。老夫人
你试试，你这个你好，我也要告诉去，我要告诉去。你去呀，你去呀！妹妹，你把我管清我，哎，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妹妹，哎，妹妹，你把你身上的这股香袋送给我，好不好？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你送我香袋，我把这个送给你。这是不仅王送给我，是皇上赐下来的。是我吹暖成哪个的？我可不要这东西。你不要这东西，我也不要这东西。哎，妹妹。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吗？这我可不管要。为什么？碎了倒是我。为的是我的心，我也是为了我的心。你是明长墨，我是墨边上墨上相依又相亲。道是今有良缘无子你莫让山门1942年，伴随着您倡导的新越剧改革，中国的传统戏剧步入了现代进程。
1943年，一曲《香妃》唱出了扯调腔，越剧从此进入了流派纷呈的时代。1946年，一出《祥林嫂》成为越剧发展史上难以逾越的丰碑。一部100年的越剧史，您的名字贯穿了大半个世纪，而每次当您的名字映入我们的眼帘，却都只有一种姿态：谦逊。是啊，您说您没有流派，但是您的艺术追求却影响了越剧的几乎所有的流派。不善言辞的金彩凤至今都还记得第一次演《碧玉簪》时，就是您把紧张的不知所措的他推向了舞台。性格刚硬的李瑞英，每次说到您，总会哽咽难言。于是，在您的身后，走出了一个又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旦角演员和流派：戚亚仙、张云霞、吕瑞英、金彩凤。有那么一首词，每次念起，我的心中总会浮现您的身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愁，一为儿欢，一为儿空。那张生死，一半儿相思，他一半儿恨，一半儿痴迷，一半儿疯。你明明呀了张君才，为什么今番叫他与落空？小姐呀，你莫怕手，莫惊恐，我保管你风不睬，草不动，拳不飞身地中，凡事都有红娘在，你怕什么谁想个万重啊？来尽了身上瓦皂毛飞离，留下了落水故地神凄凉。我爹亲过着两离开呀，此地岂能不悲伤？非西天但有弟弟少一山。多言言，观错始终离心啊长。我一时忘情爱才。
今生托众生，西湖花作起乱树，以为是富差富在空把你恰不了夜风不清难寻，为了你新家里你陪呀苦，为了你断呀强银荣忘去，为了你杀生忘世道非常，为了你三门金上不黑为了你不听亲儿俩一劝，为了你断将把亲人法人民生活会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27岁的您作为全国戏曲界4位特约代表之一，登上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年轻的您想些什么呢？您是不是又想起了16年前的那个清晨？您离家踏上了越剧的道路。您是不是想起了7年前的那个秋夜，新越剧改革的第一出戏《古庙冤魂》？您是不是也想起了3年前祥林嫂排演的《风风雨雨》？关心您的人都说您活得太累。是啊，瘦弱的双肩承载了太沉太重的责任。是啊，怎么能不累？怎么会不艰辛？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旧时代，在那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您带我们走进了越剧的世界。马章花走了，小丹桂走了，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伤痛，您都没有屈服。严酷的现实让您更明白，只有团结起来，越剧姐妹才能活出尊严，唱出风采。为了建立属于越剧自己的学校和剧场，您四处奔走；为了替屈死的姐妹们伸冤，您大声疾呼。那一声声浅吟低唱，流淌着浓得化不开的忧伤。那一曲《山河恋》背后，又有多少九死不悔的坚定情怀和岁月沧桑？
心。小姐请进来。见过吴贼先生。哦，我不是负罪，我是生喜呀。你要找负罪吗？是啊，烦劳你请他一声。请上台。负罪来了。见过吴贼先生。起来，起来。呀，翠，我道你是个君子人，怎样的戏弄人家不给呀意？我本是个大将军，岂可与你去送信？既是将军一生人，你怨我与我算不清啊！谁叫你我的手往里瓜听？夫人已经得了病，生死黄火可难言，平时要紧送这份，故而你与娃子关对我讲，我何尝与你算不清？是嘞，是我错怪了你。是来，我是他得了的。不妨事，本小姐到此有何关？我特地先来送信。这封书信何人写？那吴贼的妹妹名得应，他不是被人录取府中阿姨，此事我已早知情。那李色想把话留海，逼他开工他不肯，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他要我送与吴贼偏将军。你把事情的交与我，我替你去托运那妇人品。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书信交与我，我替你送与谁心人？我不是私信，是看信。开心十来呀，我记在心。这个看信要当心，不可涉于那旁人听。出我的口，杀你的心，答应了去送要收信。既然不应言语反悔，请说吧。妹妹啊，
欢喜实心甜也美呀，我还你不知我想你，你不见我与你实话，你不回答。我和你生意其实非福也美呀，我是一记住忠心意，为子你可否将我我是一件事忠心对呀，你我真好相恋。这长长的日子，我怎么过？是梦啊，是真，您还记得1946年的那个初夏吧？当时您正在后台化妆，一个年轻的编剧拿了一本小说读给您听，问您看能不能改成粤剧。您被小说内容打动了，您当即决定排演该剧。是的，那是一本祝福。虽然当年您还不知道鲁迅的名字，但是书中祥林嫂却让您想起了家乡那些命运多舛、淳朴善良的妇女，这其中也包括您的母亲。是啊，您不是不知道，在当时的国统区演祥林嫂会遭遇多大的风险，但是您说要有一种责任，要把千千万万不幸女子的命运告诉观众。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走在马路上，您遭遇流氓泼粪；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您收到了夹着子弹的信。但是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岁月里，您没有被摧垮，因为您有坚定的信念。1948年，您第一次把祥林嫂搬上了大银幕。新中国成立以后，1978年、1979年，您又陆续拍摄了电影、戏曲、电视片《祥林嫂》。从此，这个历尽磨难的中国女性就和您的生命融为一体。
算你力气大，蒋老佩，让我委屈，让我委屈。你不能害我。我害你什么？我花去了许多彩礼，倒不去杀他。你要去行尸灭迹，闹出一条人命来，这不是害我吗？让我委屈，让我委屈。你要到哪里去啊？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这个傻东，我会替你好的。谁生是你，蒋老佩？让我委屈，让我委屈。嗨，都是为老了呀，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你们为不讲好，你们还胡抢我，为不讲好，蒋老佩，让我委屈，让我委屈。嗨，真是天晓得了。我姥姥今年活了30多，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我虽是生杀三呀一出汗，将兄拔到我不为重。我姥姥从小父母少亡故，全靠兄嫂妇养我，独自为少爹夫财来耕种。我只得深山人啊当了父，长夜到暖子30成家年，因此让巴托老了没来做，这指望高高兴兴佩服有谁知吵吵闹闹起风波。那黄花闺女多少，欣赏我苦命寡妇巧为呀呼。老衲做事太苦，事到今日才清楚。他骗我姑娘不肯家财里老，有一位寡妇倒不错，她是你手紧家境慎重后，杀人看见有救在梦，家贫无计难守寡，你自己愿意家丈夫？怎么是我自己愿意？是啊。短命男子，他们是一位将领外丈夫，二位小说讨媳妇，我花去彩礼80钱，下美几万不算数。80钱是80钱啊！哦，你还不知道？我不走强盗不走城，你当我80钱是从哪里来？你这里翻山越岭起武冈，
风采如梭落不言，瑟瑟欲当三千岁，并天写的把郎为，老是世界靠一动，一动能解多少财？八十千百是千血百，世界平平翠翠翠龙来。人是同忙化作城上堆，我老罗一场欢喜犯人悲，3年心血化成灰，今生莫想再把期望推，我是娶妻不仁犯千载，败落得一个江道配。
可妈不要哭，我会对你好的。不要哭，生穷嘛，身体倒是要紧的。你喝点茶吧。渣是我玩玩你，渣不要紧哦，渣不要紧哦，只要我们不怕吃苦，渣总有办法。我有的是力气哟。想您少快无劳碌，心里碎了身不足，只要上上勤劳做。夫妻平等同在您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盆马蹄莲，因为您喜欢白色的纯洁。周总理和邓大姐，每次提到他们，您总是满怀感激和深情。虽然当年在表演《凄凉瑶宫乐》的时候，您并不知道周总理就坐在下面，但是在之后的人生中，总理和大姐一直都默默地关注着您。今天到了北京以后呢，总理啊接待好多特邀代表。见到我的时候，他们早晨10点，4月份我看过你的演出，然后呢就是大家来接我去。那以后呢就是经常叫我到他们家里去谈谈有这个情况。
中南海的西花厅是您每次到北京最喜欢去的地方，而总理到上海也会来您的家里坐坐。那一年，总理让您演《西厢记》，您还闹过情绪。您说您不喜欢崔莺莺，不喜欢贵族小姐的娇柔造作，但是最终总理还是说服了您，也成就了您艺术道路上的另一个经典形象。历史长牛从南京结束林花市的会。上身，你莫因自卑。老身此番送你长进府事，愿你得官回来与我儿成亲，啥不得过。要知道，我家三世不早，把一女婿。张生，你在我手中喝了这一杯吧。红娘吩咐逃出之后，请张先生上马，我与小弟先回去了。母亲，此后不早，你们分别几句，不要误了他的营生，为娘在车上等你。把劳动去演戏飞，张生你此一千不能得官不得官，你都要接受回来的呀。小生理为大。眼中有情雪花呀，心底玩弄，一心。
得意，元气正中道妙趣，此一曲鞍马秋风似凋零，生死算报千金体，皇城玉露面一道，夜跌上轿岂要死？你休要一层语言不消息呀！我这里千万有心并须记，你恰须金榜无名，死不归呀！今月之夜我当亲近，得官回来永有情，不得官回来陪伴你。红娘，此位过早，叫小婿等处。张三，你先上马。不，你先等车吧。你先上马。你先等车。你先上马。老夫人替你等车。儿啊，14日子快等车吧。江面曾经烦恼别兄姨，两只大小兔儿，似我在得起。他往哪里去？四位三色中，一边站道理。有人说您一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也有人说您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在众多的奇迹当中，有一个与中国电影有关联。那是中国的第一部大型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啊，我们或许知道梁祝在日内瓦会议上大受欢迎，我们或许也知道梁祝被西方人称作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我们知道的这些都是电影拍成以后的事儿。或许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您，《梁祝》就只是一部黑白电影。梁祝开拍前，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很多人对拍彩色片存有异议。就在这个时候，拍摄彩色片最重要的照明器械之一碳晶灯又发生了问题，于是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是您找到了下人，据理力争，并且最终说服了他，才让我们看到了彩色电影《梁祝》，也成就了一个坚贞不渝的小九妹。
梁兄，你我长定分手，别来可好？好，也没家具相比爱色，托梁兄之福，也还好啊。梁兄此来是路过，万事得到。与兄妹特地到此一来与陈伯大人请爱，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哎，是啊哈。那一日见到大人说你你在家与小菊妹，长亭上面送的妹，与兄子特地登门求亲来。梁兄啊，你老菊妹是哪一个？就是小妹钟英台。与兄之他就是也妹。梁山伯与祝英台，前世姻缘配龙来。见他欢笑我心碎，他曾子必定将我终身配，就比从不因欢喜，你我离场走上来。梁兄啊，我与你结为难事，要想明生，可奈哎，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今生无法。梁兄，小妹始终比你归来，弟弟做主，已将小妹的终身。终身许配马家了。
两杯水酒尽两袖，想不到我的泪踏上这绝一杯。谁知道我与两兄难成对，我弟弟晕了马家妹。我与两兄难成婚，我弟弟受了马家聘。我与两兄难成婚，我弟弟因过马家走走。天长地久，夫妻配，想不到放荡鸳鸯两分开。
狂风吹着平地我知道有情深总能成眷属，谁与此情深难去踪莫话悲悲痛楚说欢喜再两兄啊，你且慢等从我心会是这独自小妹将你呀爷妹，玉兄脚步远离，你可知我为你忧伤报得红里。
红孩儿子可两块，那红的刻着我做银台，那黑的刻着你俩愚兄告辞了，两兄，娘小妹送你一程。舞台上，小九妹的一颦一笑还清晰如昨，您却走了。也许，在我们的心中，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是我们始终自欺欺人，拒绝这一天的到来。即使是您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即使是在您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已经虚弱的连听人说话都会觉得累。然而只要想到有您在，我们就会觉得安心，我们就会觉得有依靠。或许我们是自私的，20岁年轻的您就已经扛起了新越剧改革的大旗，89岁的您躺在病床上，还在为越剧日后的发展忧心忡忡。如果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您就不用那么辛苦。请您放心并且相信，无论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我们都会一直为越剧努力。我们一直也会记得您为越剧的付出，一直会永远的记得您一生的承诺，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是风采铁马眼前头，莫不是那外王宫殿夜明中。可是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会忘记，时代不会忘记您，越剧不会忘记您，中国戏曲更不会忘记您，人民的艺术家袁雪芬。